这个选举就要到咯，法务部动员着检调查贿选，拍一出真有气势反贿选的微电影。电影的主角是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张凯杰，伊嘛是真出名的演员张成光的侄仔。果然有来维传着阿舅的演技，甲这个检察官安怎用科技咧办案，是演甲真精彩。你是8，这边有预定。挑卡用现金买票，佮招待游览，甚至提供免费服务，这些拢是贿选。检察官接到检举，发动搜索查考证物，就算嫌疑人是分开闭门，但过检察官透过即时同步的信号，会使将案。帮我把手机调出来。透过科技数位采证系统，为查考的手机内面会使看到提到的内容，将证据即时传到征信息，和嫌疑人满多辩解。那是假的啦，我明明就删掉了。2020大选高昂，法务部推出真有气势反贿选的微电影，主角是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张凯杰，伊嘛是出名演员张成光的孙仔，拍微电影真有架势。搜索对象就是这3位，装脚导游助理就是我们这次执行的重点。法务部最新统计，针对明年大选，各检察机关已经受理查察贿选的有170件，包括贿选甲意图予人未当选等等，其中牵涉到贿选的就有95件。张凯杰平常时主持地检署拍卖会，笑过风格和业绩提升真济，这摆办反贿选的微电影，予人印象真深。